香港人中意長揸收息股，唔係單單睇息率咁簡單㗎。唔想賺息蝕價，就一定要做好選股。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到嚟講故事。呢度會同大家緊貼市場資訊，分享我呢10年嘅投資經驗同實戰思維俾大家。如果你想學多啲學校從來冇教過嘅投資知識，即刻撳個訂閱。中意呢類型內容，記得撳埋點讚，開啟小鈴鐺同分享俾朋友，快啲達成財務自由啦！事不宜遲，今日會同大家深入剖析一下一間內地綜合金融龍頭股，編號為2318嘅中國平安。中國平安於1988年誕生於深圳蛇口，係中國第一間股份制保險企業。經過30多年發展，已成為國內金融牌照最齊全、業務範圍最廣泛嘅綜合金融集團之一。公司業務主要分為5大板塊，第一大核心業務就係壽險同健康險，佔2025收入約44.29個百分比，呢個係集團最核心嘅利潤引擎。2025年全年，壽險及健康險業務收入達5050億元人民幣，主要提供個人及團體壽險產品，包括定期壽險、終身壽險、兩全保險、年金、投資連結保險、萬能保險以及健康同埋醫療保險等。2025年新業務價值達368億元人民幣，同比大增29個百分比，新業務價值率為28.5個百分比，同比提升5.8個百分比。第二個核心業務係財產保險，佔咗2025收入約31個百分比。平安產險係國內第二大財產險公司，2025年業務收入達3535億元人民幣，為個人同埋企業提供多樣化嘅財產保險產品，包括車險、財產險同意外及健康險等。2025年原保險保費收入為3431億元，同比增長6.6個百分比，綜合成本率為96.8個百分比，同比優化1.5個百分比。第三大核心業務係銀行業務，佔咗2025收入約18.9個百分比。通過平安銀行經營，面向機構客戶同零售客戶提供貸款同埋中間業務，並為個人客戶提供財富管理同埋信用卡服務等。2025年銀行業務收入為2157億元人民幣，平安銀行2025年實現淨利潤約426億元，不良貸款率只有1.05個百分比，較上年年尾下降0.01個百分比。第四大核心業務係資產管理，佔咗2025收入約4.79個百分比，業務收入為546億元人民幣，管理資產總規模超8.8萬億。保險資金投資組合規模達6.49萬億元，綜合投資收益率為6.3個百分比，同比上升0.5個百分比，創近5年新高。第五大核心業務係金融賦能，佔咗2025收入約4.36個百分比。藉住平安健康、陸金所控股、金融一賬通等子公司，打造金融賦能生態圈。2025年業務收入為496億元人民幣。核心戰略上，中國平安致力於成為國際領先嘅綜合金融加醫療養老服務提供商。截至2025年年尾，集團個人客戶數達2.51億，較年初增長3.5個百分比，持有3個或以上產品類別嘅客戶留存率高達99個百分比。公司位列財富世界500強第48位，蟬聯全球保險企業第1位。公司業務表現方面，盈利穩健增長，核心指標全面向好。2026年第一季，中國平安交出咗份相當紮實嘅成績表，營業收入2384億元人民幣，按年下降7個百分比；季母營運利潤407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7.6個百分比；季母淨利潤為250億元人民幣，按年下降7.38個百分比，主要係受到短期投資波動影響。而壽險新業務價值為155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20個百分比。核心業務亮點係壽險及健康險同埋銀保渠道都有高速增長，銀保渠道更加於2025年業務價值達94億元，同比138個百分比，躍居行業第一。另外，公司財務狀況極度穩健，總資產達1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3個百分比。集團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208個百分比，為監管底線要求嘅1.9倍。
2025年經營活動現金流高達6500億元人民幣，同比大增72個百分比。歸母股東權益首次突破1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7個百分比。集團更加連續4年位列綜合保險及經紀亞太區第一，由此可見實力非常雄厚。而派息表現方面，連續14年增長，回報豐厚。中國平安嘅股息政策極具吸引力，自2011年至2025年，已連續15年保持現金分紅增長，累計現金分紅30次，總額超過4000億元人民幣，以現價57港元計，股息率高達5.35厘，對收息型投資者極具吸引力。喺呢個複雜而又多變嘅環境下，中國平安亦充滿唔少機遇。第一就係壽險改革，紅利持續釋放。中國平安率先啟動代理人徵兵改革，實現減量提質。2025年代理人規模約33萬人，但人均新業務價值大幅提升，同比增長超40個百分比，新業務價值率達28.8個百分比。2026年第一季度壽險業務價值繼續保持20個百分比嘅高速增長，改革成效已獲確認。第二就係平安持續深化綜合金融加醫療養老戰略，截至2025年年尾，累計超24萬名客戶獲得居家養老服務資格 ，AI 醫生按年使用人數近1200萬。醫療養老生態圈有效帶動客戶加購保險產品，同埋提升件均保費水平。近70個百分比嘅壽險新業務價值客戶，同時享有醫療養老生態圈服務權益。隨住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養老金融需求爆發，呢個戰略將成為長期增長引擎。第三就係 AI 科技賦能降本增效。2025年 AI 服務在籍服務量超過17億次，佔集團客戶服務總量80個百分比。2026年第一季度 AI 在籍服務量約4.87億次，覆蓋平安82個百分比嘅客服總量。AI 代碼滲透率達40個百分比，有效賦能研發人員效率提升。平安醫療大模型3.5程式係全球醫療 AI 權威評測集 Health Benchmark 中斬獲全球最高分。科技賦能唔止提升客戶體驗，更大幅降低營運成本。第四就係中國平安投資端穩健 ，OCI 策略鎖定長期收益。平安採取啞鈴型配置策略，57個百分比股票分類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貢獻稅前浮盈超900億元，不計入利潤，但直接增厚淨資產。配置長久期利率債佔比79個百分比，高股息 OCI 股票規模超5000億元。2025年綜合投資收益率6.3個百分比，創近5年新高，超出內涵價值。長期投資回報假設90個基點。雖然中國平安機遇處處，但係股市世界並唔存在十全十美嘅股票同埋必勝策略，每一筆投資都伴隨着取捨同埋機會成本。如果你突然遇到完美嘅股票，咁大家就要更加小心，因為好大機會係你睇漏咗嘢。第一就係需要面對長期利率下行風險，全球低利率環境持續，長端利率下行將壓縮保險資金，新增固收資產嘅投資收益率對利差收益構成壓力。根據公司披露，債券收益率上升10個基點，將使稅前權益減少476億元人民幣。呢個係整個保險行業共同面對嘅系統性挑戰。第二就係需要面對壽險行業競爭加劇。高利潤嘅健康險同儲蓄險市場面臨嚴峻嘅定價壓力同埋需求飽和問題，加上低價互聯網保險替代品嘅崛起，進一步加劇競爭。雖然中國平安新業務價值增速強勁，但增速仍弱於部分競爭對手，總保費增長彈性存在一定天花板。第三，需要面對問題係存量高利率保單嘅利差損壓力。早年發行嘅高利率保單仍存在長期利差損壓力，係長期利率持續下行嘅背景下，呢個歷史包袱需要時間消化。公司正積極推動分紅險轉型。2026年開門紅期間，分紅險推動佔比超90個百分比，有助降低負債成本。第四就係需要面對房地產及非標資產風險。雖然公司房地產相關投資風險敞口已大幅壓降只佔比約3.1個百分比，減值計提充分，但係地產行業餘波仍可能對存量非標資產構成邊際減值壓力。
總括而言，中國平安係一隻極具性價比嘅綜合金融龍頭股，低估值、高股息、穩增長，適合追求穩定現金流同長線資本增值嘅投資者。短期資本市場波動會影響季度盈利，但公司多元化嘅業務組合、強勁嘅壽險改革勢頭、審慎嘅資產配置同埋持續增長嘅派息政策，足以抵禦週期波動。最後希望以上分析能夠幫助大家更深入了解中國平安。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務必審慎選股。希望今條片幫到大家。最後記得俾 like、訂閱同 share 俾朋友仔，仲有撳埋鐘仔啊！我哋下次片再見，拜拜。